关城西路的饭点时间刚到，清河浑锅里等待酸菜的心有些急躁。对于习惯了关外风味的东北土著而言，这里毫无疑问是天堂。至于对那些想要尝试酸菜的新手小白，这里也是最佳的试炼场。王文和，清河浑锅老板，山海关浑锅界当之无愧的龙头人物。此时的他像往常一样亲自把关店内的每个关键环节，却不知今天注定要有些不太平，因为有2位闻锅而动的不速之客即将到访。山海关一提红锅，他说都上清河吃来了，所以说我们掌握的宗旨，不管任何人谁家开，你就抄我也好，不抄我好，我始终是这样。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特殊，夹在关内与关外之间的当地人习惯将海鲜与野味结合起来做成火锅，腌制好的酸菜与其他食材必须有上好的老鸡汤作配，这样汤汁才能醇香扑鼻，解腻适口。而五花肉丸子就是锅里众多争香斗艳的食材里最耀眼的那一个。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上秘制配料捣成肉馅儿，只需轻轻一挤就幻化为颗颗饱满并泛着光亮的肉丸，配上醇香扑鼻的汤汁，一口下肚，仿佛瞬间把你拉回那暖意洋洋的老炕头上。吃到我们家这个丸子，又嫩又香，所以说我的宗旨还是保证质量。一块上好焖子的诞生，要从肉的选材开始下功夫。打败众多对手脱颖而出的精选五花肉切条，接下来要与葱、姜、红薯粉打上几圈太极，最后再经过超高温度的蒸煮淬炼，外形如果冻般紧实，味道香嫩爽滑，入口即化。就算不加任何蘸料的粉饰，也足以引起一场味蕾上的山海交融。这个焖子吧，也是他们本店的一个特色。我们每次来都会点这个焖子，它那个涮在锅子里边，非常的软嫩滑，吃起来特别香。我们的汤啊，主要料的话呢，还是以肉为主，详细的里头还有，但是我们就不能说了。酸菜掌握原则，必须得是酸的，还不能一过分的酸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特别酸！你特别酸咋办？这我就不能告诉你说了，我们就不能说了。凌晨5点的哏儿都，虽然还没来得及从昏睡中被唤醒，但孟怡然、尹新璇2个90后姑娘却早已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旅途。今天他们要来上一场没有攻略的旅程，目的地是山海关一家名叫清河浑锅的火锅店。出发，这店儿还挺好。一会儿咱俩我主要负责攻克它的汤料，你主要负责看记录它的食材都有什么食材，都没问题，对吧？2人能够为了吃口火锅长途跋涉，自然理由充分。小的时候因火锅店结缘，而后的成长路上，每个重要节点也都有火锅相伴。2人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属于闺蜜间的火锅店。长途跋涉的路程总有些劳累，垂涎火锅的心情已经被放飞。2位巡锅出行的女侠客终于赶到并落座，但等待他们的是一位绝不肯轻易交出秘籍的浑锅掌门人。哦，这人还挺多的哈。2位是吗？对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们特意从天津过来，就是为了想过来您这儿尝尝这特色啊。我之前在那
美食的那种平台上看这家火锅，然后大家都在猜他们家汤底是什么，但是就是猜不出来。汤好喝了吗？有点酸。这个你说酸就对了，这没到时间呢。要不然说这火锅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，它把底下的酸味炖出来，它就好了。只要你炖的时间短。我这心里一直在琢磨您这个汤底儿，真好喝，真的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我不告诉你说了，因为啥？这里头有多种的小料。你家哪儿的？天津跑这儿吃火锅吗？慕名而来。你们太有口福了。酸爽美味的浑锅入腹，对于两个小姐妹来说，即使是偷师未成，也算颇有收获。告别了这间大隐隐于市的浑锅店，他们要前往这次出游的最终坐标点，而且绝对不能少了锅子作伴。就是很早之前，我们一直有这种就是想一起开店的一个梦想。我们现在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努力赚钱，然后争取呢早日把火锅店给开开。青春年少的我们，总爱做着些不切实际的梦。那个梦可以很大，大到宇宙都装不下；那个梦可以很小，小到只想跟你在火锅前说几句傻话。或许多年后，姐妹俩再一次面朝大海围炉而聚时，就是那口象征着理想的锅子真正沸腾的时刻。